国内疫情滚架，前线医护人员唔但压力大，还要面对病人的情绪，心理负担也真大。心理卫生协会表示，医护人员嘛是人，建议病院伫咧上班时间要主动跟关心。疫情期间，护理人员徛伫第一线照顾确诊者。中华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李小晶就指出，医护人员惊会甲病毒早转去厝内，逐工提心吊胆。像家己的查某囝就是呼吸治疗师，工作风险大。阮查某囝伊拢来咧加护病房，拢是迄个较近的病人，搁插讲，搁有诶爱歹痰会拍痰有当结果迄个喷出来，一方面惊家己去检验，二方面搁惊传染个出来诶人。伫守护民众健康的同时，可能阁要面对人力设备无够、传染的风险等等问题。台师大卫教系特聘教授李淑贤去年捌针对1700外医护人员做调查，了解疫情之下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。差不多有40%的医生甲护理伊感觉讲压力足大的，心理非常的耗竭，情绪上受到的困扰很大。所以有差不多有45%已经有忧郁的症状。面对各种的工作压力，虽然目前真济单位有心理咨询专线，病院要提供心理关怀，但护理人员一下班，可能就想要紧回去休困。其实，更较重要的是主动关心。咱的关怀应该是上班时阵有当爱半点钟、1点钟，互工作人员会使喘息啦，为病院还是咱无共款的所在主动关怀。无即摆大家拢讲最近好无，拢来讲病人好无，拢袂记咱家己。李小晶表示，护理人员本身可能嘛是家庭照顾者，即阵变成垃圾双头烧。专业人员也是人，也需要专业的支持。病院正做优先一场，有身心健康的医护人员才会当守护全民的健康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